獎嚟㗎，多得晒。哇！好老土啊，大佬！獨特建築設計喺夕陽嘅映照之下，更顯得格外迷人。無論係本地居民定係遊客，都中意喺呢度影相留念，留低美好嘅回憶。另一屯門嘅特色，當然就係可愛嘅中華白海豚。中華白海豚早喺17世紀就已經喺本港水域定居，喺屯門大家都有機會見到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中華白海豚嘅芳蹤。大家見到兩條中華白海豚喺海邊躍動。我哋又睇下熊貓 BB 帶我哋去邊度？呢度喺屯門係充滿特色嘅彩虹欄杆，好多人行山嘅時候都好中意喺呢度打卡㗎。喺嗰度仲可以睇到藍地水塘同埋一覽屯門全景，唔知大家又有冇去過呢？遊船河，維港嘅天際線喺國際上享有盛譽，璀璨嘅摩天大樓同波光粼粼嘅海面交相輝映，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啊！熊貓 BB 跟住就嚟到香港海洋公園，家姐嘅閃電手同細佬碌落千秋呢個畫面係咪大家都好熟悉呢？日於去食下香港嘅美食先。香港嘅街頭小食，蛋撻、雞蛋仔、菠蘿油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掃完街都仲未夠喎，燒鵝、叉燒包、燒賣、魚蛋、軟雪糕，都令人食指大動。
搭乘昂坪360纜車，沿途山巒起伏，翠綠如畫，美景確係令人心曠神怡。我出車外，點解唔係黑玻璃？版權，喊出嚟。冇交呢個版權費啊！北方普照喎。熊貓 BB 真係北江普照。大佛進發，天壇大佛坐落喺香港大嶼山昂坪，係全球最高戶外青銅坐佛之一。無人機以金黃色嘅光芒勾畫出佛像嘅輪廓，佛光普照。哇！嚟到呢一幕，音樂好熟悉，無人機模擬星光劃破長空，呈現璀璨嘅流星雨。大家可以一齊許下願望，祈求每個夢想都能夠成真，心中充滿期待同祝福。嚟到今晚嘅重頭戲，巨型繡球花。繡球花嘅花語係希望同團聚，寓意團團圓圓，象徵住家庭和睦、幸福美滿。唔同顏色嘅繡球花仲各有意義，粉色繡球花代表夢幻同浪漫，表達對未來嘅美好憧憬；而紫色繡球花就象徵住永恆嘅愛同守護，傳遞對親人深深嘅熱愛。飛舞嘅蝴蝶，象徵成長、希望同轉變。感謝大家嘅參與，讓我哋一齊喺 Love in the Sky 呢片星空之下，感受住呢一份滿滿嘅愛，滿滿嘅祝福。
不過會程啊。